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外邊位置紅運帝王啊，遨遊氣泡已經喺較前嘅位置㗎啦，放咗出嚟添啊。咁啊中間呢，有呢隻御皇贊助走咗上去啦，外邊灰馬係嗰隻地神力啊，內欄紅衫呢，咁啊有呢隻竹丸啦，馬林中間白衫黑帽就係樂觀派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內欄永遠美麗啦，外邊呢，仲有呢隻明合啦，尾五位置係粵進歡欣啊，暫時後邊嗰4匹馬陽光勇士禪星輝煌啊，美麗同響響尾二啊，暫時殿後係標誌銀河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000米嘅段柱啦，前面放出嚟跑喎，係呢隻紅運帝王嚟㗎，外邊遨遊氣泡已經咬住第2啊，埋邊第3紅衫係竹園啊，第4位出邊係地神力，中間第5藍衫御皇贊助，內欄第6永遠美麗，中間第7呢仲有樂觀派，外邊呢就係明合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陽光勇士啦，尾4位置係粵進歡欣啦，後邊嗰3匹啊，美麗同享禪星輝煌啊，慢慢攞咗出去啦，就係呢隻標誌銀河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紅運帝王仲係佔先少少嘅，遨遊氣泡3幾嘅字步咬咗上嚟啦，埋邊位置捉完啦，再見到攝入邊追，有永遠美麗啊，中檔位置地神力啦，樂觀派沿住個中檔穩威，大外檔追上嚟，有標誌銀河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遨遊氣泡啊，埋邊紅運帝王仲有啊，中間係捉完啊，出邊追上嚟仲有粵進歡欣，大外檔係標誌銀河，最後100零米紅運帝王壓住咗遨遊氣泡，最後50米遨遊氣泡又上翻嚟，噏上噏落，埋邊係紅運帝王，出邊遨遊氣泡噏上噏落，就睇下邊隻有機會贏出呢場大賽啊！咁啊真係。哇！真係叮當喎，要睇嗰條線喎。掂線嗰下真係睇翻先，睇下呢個慢鏡分唔分到勝負。呢度原本就追到㗎啦，但係哎呀似輸喎，似紅運帝王可能贏喎。紅運帝王好啦，紅運帝王喎，爆！但係呢度咧，其實要俾個 credit 啊，亨利尋日節目度係俾陽光勇士㗎。陽光勇士有追翻個第3啊！哇！喺蔡約翰贏呢隻紅運帝王，俾佢賺咗啲步速喎。但係都冇理由過佢唔到啩？你馬王嚟喎。係咯。係啊，都係想種差。都係不能接受嘅。其實咧，麥道朗咧已經食咗捉完個位㗎啦，已經啊，等佢出嚟嗰隻棘一棘㗎啦，已經。唉，冇辦法嗰下噏上噏落。即係一跑咗去邊度啊？守住好位嘅喎，即係都個位都 OK 嘅喎，2碟5、6位喎，係喎。直路有冇拉出嚟咧？有冇見過隻1啊？我哋睇住前嗰幾隻啦。出去。